大家平安。伫礼拜进前，请将咱的手机来关机。这时时间已经到，请咱安静心开始今日的礼拜，请奏乐。我的业目山，我的帮山对倒落来，我的帮山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无要互你的脚摇踹，保守你的得干无拄眠。看，保守以色列的也无拄眠，也无困去。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应允。日时太阳无伤你，暝时月也无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三个来念圣诗，圣诗第298首，圣诗第298首，快乐快乐，阮来敬拜。
咱徛伫，做伙共读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给咱活着来受苦，定时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叫复活，上天，他是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来审判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教会，圣徒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三个来启应，启应文第56篇，上诗也是约翰福音第1章，伫圣诗后面1101页。启应文第56篇，现着我来启，请兄姐来念。创世以前就都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大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伊伫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遐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因毋是对血统，嘛毋是对肉约。都真做人踮伫咱中间。阮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无人捌看见上帝。这是咱共心压头来祈祷。主美疼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经过一礼拜平安，来到圣殿敬拜阿罗你。过去的一个礼拜，涉事有犯的过错，阮诚心悔改认罪，求你赦免阮，撤销阮的过犯。身体有欠安的兄弟姊妹，求你伸手医治因；有死失的、软弱的，求你安慰因，甲因三脚伫地。出外的、当兵的，保守因脚步的平安。万宽容的主上帝，伫日常的生活当中，阮拢是有种种的困境甲挑战，无论是伫国家、工作上、家庭上，拢有伊的困境。有时甚至失去愿望，总是圣经有记载。伫愿望中就欢喜，伫患难中就吞忍，伫祈祷就常常。感谢上帝，无伫互阮过头恶担当的事，无论顺境逆境，拢有你美好的旨意，阮献上感谢。求你借着黄灿丁牧师所传讲的事实，开拓你的真理，互听甲讲的人白白得到利益。这时，请兄弟姊妹，咱有担心出声接念，赐教导咱的主祷文，做咱的祈祷。你的国名来，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时给予我，赦免我的过犯，亲像我赦免我命，我的所犯的罪行，就归我的海。因为国、权能、荣景，拢是你所有，到大家无尽。阿门。
听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旧约圣经列王记下卷第4章第1节到第7节。列王记下卷第4章第1节到第7节。和本圣经第461页，台语和日本圣经第399页。现着我来读。列王记下卷第4章第1节，有一个妇人是先知的学生的某，叫以利沙讲：你的老婆，我的丈夫已经死，你的老婆并所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的，当借主来要娶我2个囝做老婆。以利沙问伊讲：我有通甲你做啥物？你甲我讲，你厝内有啥物？伊讲：你的女婢厝内剩1磅油，以外拢无。第3节，以利沙讲：你去伫外面对遐个厝边借器具。就是空空的器具，毋通借少少，着入厝关门。你甲你的囝踮内面添油，伫所有的器具添满的，着另外的。第5节，有人离开伊去，关门，伊甲伊的囝踮内面，囝带器具来互伊，伊就添油，遐个器具拢满。伊甲伊的囝讲，搁摕器具来互我。囝讲，无讲有器具啦，油就止。第7节，有人去甲上帝的奴仆讲，伊讲，你去卖油来献祭，所剩的你甲你的囝通渡我。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过去行的人。赞美，这时请圣歌队来赞美。赞美的诗歌是。这一条路。
正道，今日要为咱正道的是嘉义破爱教会黄灿丁牧师。黄牧师要正道的题目是绝望中的新者，请黄牧师。咱同教会传道，咱各位长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即摆我祈祷的时阵，上帝祈祷，上帝启示我爱谦卑。我问上帝，上帝啊，到底什么是谦卑？然后心中就甲上帝可能对话。谦卑就是无自我的时阵，上帝教导通显明伊较济伫咱生命中间。当咱愈无家己的时阵，上帝才通显明伊较济伫咱的中间。大部分的时阵，咱拢感觉我的想法、我的欲望、我的事业、我的功劳、我的贡献。当咱来想愈侪家己的时阵，上帝通显明伫咱生命就愈来愈少。因为咱若愈侪，上帝就咱克定的。上帝的生命伫咱生命中间，会通继续来流落。就伫上帝面前，咱承认咱无够野，咱需要上帝。当咱愈谦卑的时阵，上帝才会大使用咱。咱同齐来祈祷。亲爱爸爸，我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对永远到永远，你是阮的上帝。主啊，阮尊主你最大，毋是干那阮头壳个知影，乃是阮用信心甲主讲，主啊，你嘅关灵，阮嘅卑微，愿主的神是有帮助。当阮来敬拜你的时阵，阮将阮外面所有这名声地位，阮所一切荣光的名分，拢总放下。阮谦卑来到你面前，互主你话进入伫阮生命中间，互主你的灵运行伫阮生命内面，互阮的敬拜会通甲主你搁一摆长头对面，阮伫面前感恩谢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伊利亚甲伊丽莎是非常有名的先知，特别咱看见伊利亚要上天的时阵，这个土地伊丽莎就常常跟对伫伊利亚的身边。伊利亚甲伊丽莎讲：“你踮去家所在来听候我要去逼着你。”然后伊佫讲：“我要到耶利哥。”然后佫讲：“我要到约旦河。”你拢伫迄个所在来等。总是咱看见伊丽莎并无听先生讲伫迄个所在等。这个先生无论到伫什么款的所在，伊就伫迄个所在不断咧滚对。到结甲，伊对到结甲；到逼着你，伊到逼着你；到耶利哥，伊就到耶利哥；到约旦河，伊对到约旦河。这个师傅看见这个土地遮尔真心真意咧滚对伊，就甲伊讲：当你爱我为你做什么，你做你讲；你爱我为你做什么，你做你讲。伊丽莎讲：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来感动我。你姊妹，这个土地的信心赢过老师。咱知影老师无可，学生无可能赢过老师，总是咱看见这学生的心情，感动你的灵加倍来感动我。伊利亚甲土地讲：你所求的非常恶定，只有一个条件，当上帝要接我上天的时阵，你的目睭金酷酷，无论发生什么款的代志，你目睭拢袂使闭落去。假使你若闭落去，那安尼你就得袂着。所以咱看见，当伊利亚和上帝的旋风火车火马要接去的时阵，飞沙走石，所以整个人拢总飞去到天顶的所在。通讲，迄个时阵，咱咧讲降落后，就安尼降去。咱看见伊丽莎伫咧风真大的中间，飞沙走石的中间，伊悠远目睭金酷酷，咧看伊的师傅受接上天。咱看见伊煞接了后，伊丽莎就煞接师傅的工作，是请加倍来行神迹。咱看见伊丽莎所行的神迹，甲伊的老师伫撒利法妇人人的家庭是同款的。咱看见因拢是寡妇，因生活中间拢拄着困难。无共的是啥物？撒利法的寡妇是外邦人，这个先知的妇人人，伊是犹太人，而且有侪真济囝人也要甲伊卖去。咱看见寡妇伊的情况非常的危急，嘛无得解决，所以来到伊丽莎面前，甲伊丽莎讲：伊丽莎，求你解决我的困难。伊丽莎透过寡妇厝内一罐油，解决寡妇的问题。
今仔日咱要透过一段经文来分享一个题目：绝望中的新日。绝望中的新日，甲你隔壁人说讲，绝望中有新日，绝望中有新日。第一项，生活中间，咱每一个人拢有拄着困难。伫咱生活中间，咱每一个人拢有拄着困难。俗语在讲，花无百日红，人无像日好。人生活中间总会拄着一寡不幸的代志，也是互人感觉绝望的代志。咱看见撒利法的寡妇，拄着饥荒的时阵，伊剩一点仔油，剩一点仔面粉。伊想讲，当我找一只茶来香火逼饼，食食咧死就死。物件食完，我顾我的囝就等死。咱看见身体即个妇人人，身体学生的妇人人，因为身心早死，伊养育2个囝，伊安尼遮少遐少，东少西少。当囡仔较大汉的时阵，感觉即个囡仔会通生假的时，祭主要将即2个囡仔掠去做奴仆。寡妇特别甲伊丽莎讲。王我的丈夫，你所知影，伊是敬畏耶和华上帝的人。总是我今仔日拄着真大困难，就是我无信心。但今仔日即2个囡仔，就是我生活落去迄款的愿望。假使即2个囡仔若真做路咧，我无囝，我要怎样活伫即个世间的顶面？咱嘛看见路得记，那米甲伊的先生一家口罩，因为伯利恒拄着饥荒，所以规个拢总迁徙到另外地所在。因伫个所在定居，因伫个所在工作，因伫个所在生活，包括伊个囡仔有缘也带某人来做媳妇，总是无拍算。一个口罩，3个查甫人拢总过身。即3个查某人变成做寡妇，无依无靠。咱看见路德选择，敢若亲像无愿望的道路，伊牺牲家己的青春，愿意陪伴伊的大家。我相信。即个大家对即个新妇一定非常的好。一个无共信仰的新妇到即个家庭来了后，咱看见即个新妇要对大家，而且甲大家安尼讲：讲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你的亲族就是我的亲族。除死以外，我袂通甲你相离。弟兄姊妹，我相信吼，若有即款的婆媳关系吼，咱就做欢喜干毋是？这婆婆也就一个吼，这婆婆也就一个，啊，刚才一个尔吗？这阿嬷吼，我相信吼，咱有即款的新妇好啊，毋好？足好对毋对？对啊，甲咱动心态毋好，足好。咱看见即个大家生活中间非常见证，所以咱看见即2个新妇毋甘离开大家，最后却落得，伊要追求家己的幸福，伊要报答大家。好款待伊的温情，所以咱看见圣经内面这3组的女性，因为生活非常的辛苦，有人拄着饥荒，伊无法度通活落去；有人身心过身去，所以无法度通继续生活。东石西石，甲囡仔饲大汉了后，人要掠去做奴仆。咱看见身心过身了后，原本感觉无法地是一个祝福的所在，总是有拍算，厝内3个查甫人拢总过身。咱有可能拄着饥荒含即绝望，咱有可能因为亲人离开，然后咱留落济债务，咱生活艰苦。咱有可能为着要报答别人的恩典，咱牺牲家己的幸福，走上没有明天的道路。人拄着不幸，伊的生命观到底是甚么？咱看见撒利法的寡妇，我食食就等死。身体学生的太太为着囝。哀求别人来帮助，期待这祭主通宽容伊。咱看见拿俄米甲罗德，因必须要面对头前不可知的人生，有可能爱做乞食，嘛有可能等去伯利恒了后，就爱做妓女。因所拄着环境，敢若亲像绝望的环境。当咱陷到绝望的时阵，咱开始就否定家己的价值，也是埋怨家己，咱生不逢时，为什么会安尼？所以咱常常用选择人的方法来过生活，就亲像撒利法寡妇同款，我食了后，我等死。我的囝互人处去了后，我嘛等死。头前路站，我毋知要安怎。最后，咱要问一个问题：我所做有这环境、这困难，到底是撒旦的攻击，也是上帝？你训练咱每一个人，互咱的信心更较坚固。
请咱我问一下你若相信讲咱的困难是撒旦的攻击，请举手一下。一个举手两个举手，3个4个 ，OK， 好。你感觉讲是上帝咧训练我，要更较有信心，要请举手一下。好，感谢主，请放。无举手，你是安怎？手麻去。搁咧思考。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头先我感觉撒旦对我性命中间的攻击。总是当一段时间过了后，你发现原来是上帝咧训练我的信心，我更较强调上帝。就顶个月4月初3，我的查某孙去破教会聚会。然后看到我的孙子，我看到伊嘛真喜，我就甲安尼阮大姐查某囝就讲，袂歹你过来做礼拜，对台南到嘉义来做礼拜。然后就甲我讲，阿舅你敢知影？今仔啥物日子？你甲我还迄个脑筋急转弯。我讲，今仔当然嘛是敬拜上帝日子啊，礼拜日当然嘛是敬拜上帝日子。伊讲阿舅，毋是，今仔日是我的囝别逝1周年的日子。1年前的今仔日，我的囝因为忧郁症，对10楼跳落去自杀。我非常的艰苦。迄个时阵，我就一直安慰伊，讲无可能有人有法度14点钟拢清醒，来管顾家己的囝。伊讲1年中间，伊非常的自责，我毋是一位好的妈妈，我袂当将我的囝来照顾好势。1年中间，一人帮助伊，甚至当伊囝过身的时阵，我惊一人想袂开，所以就带伊到破教会所在，讲到无需要。服侍伊4个月久，伫4个月过中间，透过破教会兄弟姊妹一人的帮助，期待伊会通行出失去囝的忧伤。伊安尼讲，我1年中间，我嘛感觉我无法度通行出忧伤，总是到有一天，我才想通。上帝透过囝儿的过身，互我会通将上帝甲伊了。我袂通理解，为什么我的囡仔还搁大学才大2，成绩嘛真好，为什么伊会跳楼？伊无法度通行出忧伤，所以到一天伊想通，伊讲我的囡仔虽然过身，总是我深知伊到上帝怀抱的所在。1日中间，伊安尼做调整。我知影，我无当照顾我的囝。每一摆我拢提心吊胆，每一摆我来偷开伊的房间，看这囡仔到底咧做啥物。足惊有一天就雄雄会离开我。上帝知影我无法度通照顾这个囡仔，所以这个囡仔伫上帝怀中。我相信将来我搁伫天堂的所在来相见面。透过我的囝的过身，上帝同时得到我。嘛，得到我的囝。伊讲咧甲我讲阿舅，我即摆毋若参加教会主1礼拜，我有参加小组。伊佫甲我讲，阿舅，我咧讲，我佫会通去外口办福音单张，而且我心中一个诚大的期待。假使人失去囝，我一定会尽心尽力陪伴伊，安慰伊。所以兄弟姊妹，伫咱无拍算的中间。常常这困难就临到咱。第2项，上帝苦难人行神迹，请你对我讲，上帝为苦难的人行神迹，上帝为苦难的人行神迹。上帝要拒绝伫咱生命苦难的中间为咱来行神迹。咱看见孤儿寡妇是历史历代顶面上介弱势。咱看见这个人因发声无人听见，什么人注意到？咱讲伊蔡英文总统就任的时阵，连穿啥物衫都上报纸，孤儿寡妇艰苦到要死嘛袂上报纸。所以咱就知影讲，历史历代以来，孤儿寡妇就是上介弱势者，无人会关心因。总是咱看见上帝有缘看见因，啊上帝透过先知来帮助因，为因来行神迹。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偌济人来到同教会，咱即个所在咧敬拜，偌济人咧感受到。你是弱势者，你感觉我即点仔价值得无？
你感觉我不配得到上帝恩典，也是你感觉我非常的失败，我真软弱，我生活无见证，所以我不配得到上帝给我的真正。兄弟姊妹，咱看去福音书内面，宗教人士有这个自义的心态，上帝应该上听，因为因过圣洁的生活，因侍奉上帝。照讲，新约基督应该显明伫生命中间应该较济。为什么因破病？因为因犯罪，所以因破病。上帝无欢喜因，总是感谢主的恩典。耶稣基督甲这宗教人士安尼讲：，讲我来毋是要钓鱼人，乃是要钓罪。耶稣基督有安尼讲：，讲伊来毋是要钓鱼人，乃是要钓罪。伫2006年4月7日到7月，我伫高雄巨蛋迄个所在参加即个牧者研习会，其中有2人，就是培灵会是中期无水培灵会。伊宣讲了后，就伊伫头房的时，伫个所在来祈祷。得到医治的人，就去台顶迄个所在来做见证。其中我看到一位超过20几岁的青年人，即个所在来做见证，就边仔所在行过，就看伊行过。伊行的时阵，后壁伊的爸爸就摕迄个斯卡伊啊伫个所在对伊囡仔去台顶的所在。当看到即个囡仔的时阵，我看伊面上写2字啊，叫做无乖啦，不乖哈。迄个所在咧做见证，伊安尼见证讲，我早前是一个真歹的人，我食毒，我常常酒醉，我甲厝内人关系无好，我阁爱飙车，因为飙车所以发生意外，我无法度通行，伫病的所在常常做福建，所以迄个斯卡伊啊，因爸爸甲伊行起。伊伫个所在做见证讲，我感谢上帝拯救我。我对我发生车祸以来，我第一摆会通靠家己行路到上帝面前，伫个所在来做见证。我相信，当咱厝内有即款囡仔时阵，咱心中的确侪侪作人。一个常常食酒醉的人，一个常常食毒的人，我相信厝人对伊已经头痛。咱知食毒的人袂通过正常的生活，有可能偷摕，有可能欺骗。无论安怎讲，厝内人安怎家规，安怎家求，伊嘛无可能改变。飙车了后，什么代志拢总袂当做。迄个时阵，我伫台骹就咧想讲，即两囡仔吼，伫世间是要创什么？上帝你甲收收去吼，可能吼对大人来讲较好。所以兄弟姊妹，你敢知？等下做见证了后，伊讲一句话，伊双手举起来讲：“上帝，我爱你。”我伤感动。我相信咱真侪人做父母，囡仔真侪唔对，总是当你咧家姐妹，当伊安尼拄着侪侪困难的时阵，伊知影唔对时，来到你脚头所在，脚就甲你摸，讲爸爸妈妈，我唔对啊！我相信咱的心都会融化。那时候我的心融化了。兄弟姊妹，不管你是基督徒，也是基督徒，只要你拄着困难，拄着作难，你呼求上帝，上帝一定帮助你，而且为你施行新加技术，解决你的困难。因为上帝表你清楚，上帝听你，甲你隔壁者讲，上帝听你。第三，上帝惊新家，咱爱准备材料。像咱对我讲，上帝惊新家，咱爱准备材料。上帝惊新家，咱爱准备材料。上帝创造世界，讲有就有，所以咱看见上帝讲话有动的。特别伫创世纪中间，上帝讲什么？讲有光就有光，讲有水就有水，讲分开就分开。所以咱人是要用手去做，总是咱看见上帝，伊的话就会看到动能，就发生创造。上帝通对无中生有，总是上帝有缘爱咱尽咱的本分。为什么上帝爱咱尽咱的本分？不是上帝袂当做，上帝当做，总是上帝甲期待是咱参与伫新约中间。另外，咱伫新约中间，咱缺席，咱要分享上帝的阳光。当神伫学生的负责人伊利亚安尼哀求讲，请你解决我的困难。伊利莎对伊讲：我通为你做甚物？你甲我讲，你厝内有甚物？
兄弟姊妹，咱看见圣经写了吼，真顺是真好势。总是要认真甲读的时，佫会读出一寡问题。我会通为你做啥物？你甲我讲，啊，随接来讲，你家里有什么？意思讲啥物？伫当咱若要甲人讲真济苦情的时阵，一直讲袂煞，啊，圣经吼就无法度通写尼济物件，所以家切个，啊，你讲遐济吼，我停啊 stop。哎，我为你做啥物？然后啥物？恁兜有啥物？你家里有什么？讲遐济了，啊，恁兜有啥物？讲啊，伊是啥先伫阮兜吼，都剩一罐油，爱当做啥物？剩一罐油，剩的拢全部。伊三先伫祈祷了后，甲寡妇讲，解决的办法是安尼：你甲你的厝边，甲所有的脚的器皿，拢总家借来，有诶你拢真借，然后门关起来，甲你的囝伫咧所在开始来等。咱看见这寡妇非常的顺服，因为伊无路通行，所以非常的顺服，就门关起来，开始甲两个囝伫咧所在开始伫倒油，非常的奇妙。我相信每一摆倒油的时候，哇，怎么这么神奇？怎么倒都倒不完？想要来50加仑了，啊，这罐来内底，这罐遮尔细罐，竟然50加仑拢个会通缀天。我相信伫咧中间，因的性命开始无共款。上帝帮助你，兄弟姊妹，上帝要解决咱的困难，会用咱身边所做的材料。即摆耶稣。伫旷野讲天国的信息的时阵，即一人听耶稣讲着，就是讲袂煞，然后一头要落山，这门徒看毋是从耶稣也好啊，停止啊，陪两回该煞，啊好赶紧互伊转去。耶稣讲袂使互伊转，爱还价。讲耶稣你不要开玩笑了，这么多人，5000人要怎？兄弟姊妹，咱若5000人要食吼，排落我相信哦，咱长老人带你当敢毋是安尼？5000个人咧，爱500块刀咧，敢若分刀仔椅啊，你著分到有可能吼，分到差错。耶稣赶紧互伊转去。耶稣讲互因食，耶稣你不要开玩笑，但是有钱哦，咱嘛无法度通买遮济物件，这个所在嘛无物件啦，咱嘛无遮尔济钱。总是耶稣起来先讲，你去找看卖，看有啥物款的物件。结果有一个小朋友献上5块饼2尾鱼，咱看见这5000人，敢若查甫人，妇女还阁无算，囡仔阁无算，遐捌做右手的阁无算。食这了后，还阁剩12斤。那么看见彼得这耶稣船啊，伫咧所在来讲道，几暝掠无鱼。讲道说了，我毋知影，迄个讲道中间彼得毋知怎拄家坐怎困去，毋知影。总是吼，耶稣讲，来，过来吼，海深的所在吼，来放鱼。耶稣，你不要开玩笑，我回家睡觉了好不好？我不会等你讲到讲完了，我要回家睡觉了好不好？我毋知影吼，咱彼得吼，啊咧提船的时候，毋知哪提的时阵吼，哪摆我，啊无你是创啥物货吼？啊，这个时阵吼，若照我的经验吼，我待遮尔短久吼，照我所知吼，这个时阵是掠无鱼啦。啊，你甲叫我去水深的地方，耶稣，你不要开玩笑，我有打鱼的经验，你有吗？圣经无记载真济话，总是讲，耶稣讲，将船开到水深之处，拍网。圣经记载讲，伊掠着2只船鱼。兄弟姊妹，咱看见这个现象，耶稣无用彼得其他，伊用伊的船啊，用伊的网啊。圣经安尼讲伊将来都毋捌遮尔丰收，一只船掠2只船的鱼，阿妹吗？一条船抓2条船的鱼，这不是神迹，不然是什么？咱看见以色列法的寡妇，伊有7点仔油，啊7点仔米粉，想要渡过岐乡。那么看见上帝用伊所有7点仔油、7点仔米粉，就经过迄个岐乡的日子。那么看见神的妇人人只有剩1罐油，伊的债务就得到解决。咱看见那米甲路德，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他们只有彼此为伴，只有大家新妇。遐尔啊彼此相听，互人看到会感动。兄弟姊妹，咱要看到大家新妇相听，你感动无？我伫树林教会，咧做干事的时阵，看到吼，这新妇煮一碗甜汤出来吼，碗甜汤看到足好食，到足营养的安尼吼，滋补养颜又美容迄款的安尼吼，烹就好，我看到足想要食。然后烹出来时吼，讲特别炖的吼，
就要互因大家食。伊甲大家讲吼，讲妈妈，这互你爱食，会互你身躯较虚，所以你爱补。你敢知影？迄个大家安怎讲？讲无，你做新妇吼，规家大大细细拢你咧操劳，所以吼，你爱食青蛙汤。兄弟姊妹，我等边仔看，敢若无食着真饱，你敢知？因为彼此迄个三条，无其他的物件，总的是就感动菩萨叔迄个大财主，伊负起即个亲族的责任。咱看见上帝透过菩萨叔为因来行神迹。第二笔记6章12节，圣经来记载讲单顶的火常常爱倒，毋通拍灭。祭司每一日早起，拢会伫顶面来烧柴，而且爱将祭物放伫柴的顶面，放伫单顶的所在。伫顶面爱烧平安祭祀的油。兄弟姊妹，假使你若期待上帝对天境降天火，那安尼，咱就必须要伫祭坛的中间，咱必须要有祭物。假使若无祭物，上帝绝对袂对天顶降天火来讲坏家己的祭坛，阿免吗？你若期待你的生命中间要看见神迹，那安尼，咱的生命不需要常常献上基督的祭祀伫上帝面前，上帝人降天火来烧这祭物，所以咱必须要准备祭物，互上帝会继续来焚烧。第4月7号我一个国小同学就是阮就是看教会边仔就一间小型餐厅，伫个所在食喜宴了后，就来找我。我同学有无信耶稣？安尼对着我的孙就甲我讲，同学我咧讲哦，即马阮某的主甲你的主共款。我讲你是咧讲啥物？阮主甲你主哪有共款？你拜的是神明，我拜的是耶和华上帝，哪有共款？我无即马共款啦。讲阮某即马拢甲你共款啦，甲你是的主拢共款。我就感觉足好奇，讲我你安怎信耶稣的？因为福音人是咧做好事。讲我是信耶稣，阮的医生逐工甲我传福音，逐工甲我传福音所以我就信耶稣。我讲你遐简单就信耶稣？我无哪有遐简单？无哪有遐简单？无恁医生是基督徒？讲无啦，阮医生毋是基督徒，阮医生是禅修咧坐佛的禅修。禅修毋若禅修，佫会维护伊是一个得道的人。我讲一个得道的人，竟然会甲你讲耶稣？无恁医生是安怎信耶稣的？伊讲有一天咧坐神的时阵，禅坐的时候，一个声甲伊讲好啦，爱信上帝，爱信上帝。这人真正就去教会开始找上帝，上帝的教会知影，所以来去找上帝。所以伫个所在，安尼真认真伫个所在求道，最后洗礼，才做基督徒。做基督徒了后，就常常咧传福音。就讲信耶稣足好，然后逐工甲阮同学、福音人讲，你爱信耶稣，就爱信耶稣。你安尼就信啊？伊讲无遐简单。无你安怎信？伊讲我拢会鬼压床，鬼压床。所以迄暗时迄鬼人足黑，甲你缀缀到你足艰苦，身心灵都很疲惫，所以上班拢足无精神。安尼你要安怎？我就问阮医生，阮医生讲即摆若佫鬼人甲你试的时阵你睇耶稣也救我耶稣也救我安尼。了后，爱真仔困的时阵，才过去耶稣，耶稣也救我。我突然间我倒通互伊通互伊迄个互伊喘气安尼。我安怎我都通喘气？伊讲喘气敢若，我都喘气敢若虾骨，你毋知？虾骨有3个步骤啦第一项就是虾骨夹起来，第二项就是缩起来，第三就是叉起来。所以虾骨有3步骤安尼啦，安尼咱知这就是夹起来就是缩起来，就是叉起来安尼，袂当喘气就叉起来。所以等于甲我试的时阵，我耶稣也救我。等我讲耶稣的时阵迄鬼大家拢总放手，大家拢总毋敢活。即马去活个耶稣安尼了定定安尼活。所以伊就感觉讲，耶稣真正好。总是嘛感觉足困扰，佮甲医生问讲，医生我发耶稣伊拢摕要安怎伊较袂来找我？伊讲你着爱洗咧，着爱信耶稣。你徛头所在就上帝圣神的记号。你就是属上帝，所以鬼就会来找伊。我讲真正，你讲真正，所以了后，伊就洗礼，洗礼了后，鬼拢毋爱来找伊。讲感谢主，伊佫总欢喜甲我讲，我已经做3个月基督徒安尼，你敢知？我做3个月基督徒。
兄弟姊妹，咱拢真爱听真济见证，总是咱家己是毋是要真做迄个见证者？我讲一摆，咱拢常常爱听见证，总是咱是毋是欢喜真做迄个见证者？我想要帮助咱，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生活中间拄着困难的时阵，咱会人呼叫主，毋是一个所在感觉讲啊，上帝我不配，我误会，我拉伤，我不配得到上帝你的恩典。兄弟姊妹，咱看见，不论是撒利法国有即个是外邦人，伊无信上帝；咱看见即个神体的妇人人，伊是信上帝人。毋管你信上帝无信上帝，咱的生命拢会拄着困难。所以上帝爱咱，毋管你是无道友，毋管你是基督徒，伫着困难的中间，上帝欢喜为你行神迹奇事。我想要帮助咱，凡你得上帝神迹奇事的时，咱欢喜为主做见证。咱同齐来祈祷。亲爱的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主啊，真个时阵阮袂明白，为什么一个人无信主，伊竟然会信耶稣？是阮深深知影，有人得为迄个土地、为迄个所在百姓伫迄个所在的祈祷，所以上帝用你的权能，亲自用这些人伫迄个所在来讲起主的恩典。亲爱的阮的上帝，阮恳求主你施恩帮助。祝愿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有主你信心的开了，甲因三角伫咧，会帮助因对主来信心，甲因三角同在。主啊，无论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因是拄着经济困难、婚姻顶面的困难、恋爱困难、事业困难、同事的困难、公司的困难，主啊，拢从完完全全交托你。主，阮相信，当伊呼求你的时，你会通伫生命中间行神迹。主啊，当你行神迹的时，阮必须来有准备。主帮助阮，反用祈祷做这事伫主你面前，互主你圣神火不断点到伫阮的中间。因为阮深知，你袂讲天火来烧空空的这段，主帮助阮，互阮这段顶有这面，互主你天顶的火会通来焚烧。主，阮感谢你，听你主你面前的祈祷，也祝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有主你圣神的火力，甲因三个同在，无论本生活，无论工作。拢有通真侪水的见证来阳光主你的生命。伫你面前恳求感谢，靠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三角来吟圣诗，圣诗第282首，圣诗第282首，感谢主，着感谢主。
行者请坐。这时来奉献，请刘廷辉执事、黄传俊执事来书献。伫报告大声，咱先来读今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姐来读两遍。一开无得挂有，独独万事着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列伫上帝。菲律宾书4章6节，请。请献开手部第一页，下手侍奉的人员，请咱来注意。第二页，周间团契聚会以及教育部的课程，以及主日的聚会，请咱详细来看参悟。请献开第三页，家庭小组的聚会是每礼拜三暗时8点，由各小组来聚会，请咱就近来参与。第4页以及第5页是各区大道的事项，请咱关心大道。第6页奉献的部分，请咱家己来看。设施后错误的，请向中级来更正。请献开第7页消息报告。本主日感谢嘉义普爱教会黄灿丁牧师前来本会讲道。第二场礼拜线，请壮丁留来搬钢琴。第3项，下
下晡1点半，伫705会议室要召开行政部会，请行政部的部员出席参加。下主日5月29，第一项欢迎中华美光教会肖志荣牧师要前来本会来讲道。第二点，第2场的礼拜要颁发圣经会考，原本会奖励名单如下，请咱家己看。第3点，下晡1点要伫701会议室要召开教育部、传道部的联席会，请部员出席参会。第4点，下晡2点半到6点半要举办音乐会联合发表会，是妈妈合唱团甲社区音乐发表。本会教会圣歌队有诗歌的见证分享，邀请咱兄弟甲朋友来参加。教会消息，第一项，教育部主办邀请大溪教会黄志牧师要来开设这个查经班，请伫5月22日进前来报名，并且填写要用的这个册，有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甲新约圣经的初学的手册，统一购买。将要伫6月7日要来开课，欢迎兄弟较早来参加登记，共同来助救。详细的部分伫4楼公布啦，有公布。遮有一项就是上课要用的新约圣经的初学的手册，还有吴牧师的这爸母吴爸爸、吴妈妈奉献。鼓励更较侪人会当一同来参与。第2点，教育部第2期社区会议班要伫6月18开始，每礼拜6上午10点到12点伫705会议室要来上课。欢迎兄弟甲伙朋友报名参加，25人名额为止。报名请向简陈执事也是郑雨桐干事来报名。第3点。2016下季学校就是要爱你开始报名，日期是伫7月初6到7月初10。报名资格是咱国小1年级到6年级报名时间是每礼拜2到拜69点半到4点半，伫6楼的办公室。礼拜是伫11点到12点半，伫9楼的这个合班教室。费用5月29进前报名是2200块。5月30以后，提款变做2500，后全勤的咱会搁颁发全勤奖500块。有关注意的事项请咱家己来详细看。伫这当中，7月初9有一个爱心义卖园游会要伫东门国小的大操场。有园游会等等遮有关的事项，请咱详细家己来看。第4点补充就是，未领出奉献证明的兄弟请等下咱散会会当伫4楼遮有迄个他领处。教育消息，第1点，6月初5下晡3点，伫成人教会的10楼，礼拜堂要举行马家的生命诗歌的行路，合唱音乐会，邀请咱兄弟来参加。第2点。德南教会设教80周年，一个进摊纪念活动有关的日期、地点、费用请咱详细来看，并且有公布伫公布啦。咱先开第9页，第3点，竹中中职联谊会日期是伫6月24到25，地点以及报名费，请咱中职详细看。第4点，新竹中会。2016这个暑期儿童的免八个，日期是伫7月2到23，伫新竹的圣经书院，对象是国小1年到6年，费用是2500块，报名是到7月初7截止。详细报名的资料伫1楼的公布栏。以上请陈传道来补充报告以及介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真欢喜，咱邀请到黄灿林牧师来到咱中间，甲咱做伙敬拜上帝，而且嘛带来真好的讲道以及分享，
即时咱用花声来黄灿林牧师感谢。咱若是有注意的话，咱会发现讲第一堂甲第二堂牧师的分享是无共款的吼，是无共款，而且咱第二堂的即个讲道嘛是咱周报的第15页开始，第15页开始，咱会当早转去向咱的主庭教会向姊妹向因来分享，这嘛是咱真好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方式。好，倒来后2项代志。要邀请咱兄弟姊妹做伙来注意关心以及帮忙。咱看到第8页，咱教会下季学校已经开始来报名，开始来报名。毋通咱的兄弟姊妹倒去到咱的社区，会当向咱的厝庭教会，向因宣传安尼的代志，会当邀请咱厝庭教会，若是有国小的学生，邀请伊来参加咱的下季学校。倒来。就是即个爱心义卖园游会，其实即个园游会伊是属伫下季学校其中的一个厅事，是一拜六，是一拜六，要一东门国小来举办，是顶礼拜日一定有开会，会通过侪团客的帮忙，要来摆即个摊位，所以毋茫咱的兄弟姊妹会当通过小组也是团客会当。做伙来关心安尼一个事项，当提供真好的意见，互咱的即个主办者，亚文也是讲宜家。好，一只特别来提醒，就是讲后主日下晡有即个妈妈合唱团，甲即个信歌队，即个社区的联合的音乐会，毋茫咱嘛邀请咱的兄弟，咱的朋友做伙来参加。好，最后第2点有讲到讲礼拜后，请壮丁留落来搬钢琴。团导知影讲我无理由无搬啦总是一个壮丁无路用，所以毋茫愈较侪壮丁，互留落来做伙来搬钢琴。好，以上一只补充报告。上联圣诗第397首。圣诗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查请老师监督。Thank you。咱同齐来领受上帝赐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三角地地，也甲咱国家三角地地，对这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祝歌。
健康会倒。用咱内请陈堂同学来处理。咱做伙起立，彼此握手，讲平安。